下午见。来了。那有灯吗？哎。不觉得有点哇。 你现在还有在营业？有。他今天有那个你们的那个都有客人吗？你看嘛，这都到了。还有在吗？在啊。你现在中央流行疫情还有不能有陪机的，如果因为你们是不是有这种陪侍的叫营业？十幾嘅，就好似十幾。我叫老板。老板，请老板过来一下。那因为有确诊病例呢，那学校感觉，这个教室的群聚上课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因子呢。那所以我们在4月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呢，我们要全面实施这个远距的授课。那所以在清明年假以后呢，4月6日开始到4月17日，那本校实施2周的远距的授课。很遗憾哈，师大有第2个确诊病例。那师大全体的师生，我们都非常的努力。那我们从这个病情的一开始，我们就非常的注意，尤其是在农历过完年后呢，我们就积极的进行所有的准备工作。那我们经历了港澳生，还有韩籍生，这些外籍学生的居家检疫有100多人。那我们也都完成了这个工作。那在疫情紧张之际呢，我们全校也积极的做好一些相关的消毒、防护、宣导。那本校也有公卫专家。那教育部呢，也在3月初呢，也有派员率队呢来本校指导。那还有我们台大系统，我们跟台大、台科大也都做好密切的联系、互相支援的工作。那当然，今天很遗憾，这个确诊病例2例还是在本校发生了。那因为有确诊病例呢，那学校感觉，这个教室的群聚上课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因子呢。那所以我们在4月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呢，我们要全面实施这个远距的授课。那所以在清明年假以后呢，4月6日开始到4月17日，那本校实施2周的远距的授课。那所以目前呢，在学校里面呢，我们尝试把这些群聚的因子减到最少。这个我们会再看是整体的疫情的情况哈。那我们现在是2周是全面实施。那现在我们公布的是4月17号以后呢，我们是让老师们呢，他们有一个弹性，尤其是他只要判断有经济的风险。我想这时候所有的事都是防疫第一，防疫第一。那学习当然我们一定要尝试尽量的维持好它的品质。那所以是不是4月20号以后再做前面呢？那我们也会跟教育部密切的再做一些沟通，再跟 CDC 做一些了解相关的一些作为。